继续来看，伊对客家人物做皮雕创作好多年来嘅赖叶贤，伊系新中国米客家子弟，伊嘅皮包卡板嘅画作也得作品，大风如系土业无疑嘅。不过廿年前，伊嘅创作事业能开始加下，伊是不充片哦，未来唔对用嚟能好。伊系透过各种嘅心灵课程，韩国画图，重新前转自家，伊还开办高考，想去屯一嘅皮雕艺术上修下意。凊彩拿一块皮革，佮打草稿，拿锤等强强嘅进口。上色揣造无量化板手，而且真有喜气又等上嘅面容，是出现透了皮红。那个手真巧嘅工匠是系赖杰先。我每一个都是 only one， 因为每一个我只做一个。开店不用改皮件，做下己一手创作。里面我想打造包包，我想打造，比如说我的皮夹，我就做了一整套我的包包，每一个都是我的小孩。做皮件创作25年嘅赖杰先，其实本来系好广告设计，虽然有艺术嘅基础，但是对蒋开始简单嘅雕刻，都是自家完成一个皮包，实咪系难为团辛苦嘅好事。画面你可以自己彩雕，可是你皮包的完成是没有办法，你必须透过师傅帮你做，所以我就花了2年的时间在学这个包包。不过，整套作品慢慢受到肯定的细节，赖杰先使引起上冲片国家阿爸个性双重的打击，本其实同时加封闭几年。上了很多各种课，比如说佛法啦、那个心理学课、光的课程、奥修，就是想尽办法去探索出我到底是怎么了。行出生命嘅第一潮，你下屆赖杰先开始开办高考，皮雕、油彩、水彩，马嘅都高，有机会咪会参加行话嘅活动，对思维嘅人事物挺灵感。希望透过多方嘅学习，本创作唔会受到艺术类别嘅限制，呈现出更加强嘅生命力。客家新闻零9了记者台北报道。